佢為珠海最靚嘅第4代產品豪宅單位啊！先睇下我哋呢個142平方咧，佢嘅呢個套房嘅洗手間咧，亦都係帶浴缸嘅，而且咧雙洗手盆嘅設計。難得嘅就係我哋睇下我哋外邊嘅一個景色先，望晒無邊際嘅泳池，同埋係佢成個園林下沉式嘅會所以及係泳池咧都睇到晒嘅。過翻嚟咧就係佢嘅休息區域啦，呢度有個大衣櫃，我哋成個休息空間咧係接近15個平方嘅，外邊係帶呢一個飄窗台，朝東南向嘅嗱，4樓以上咧就幾乎係冇任何嘅遮擋啦。過翻嚟咧。呢一側咧就係我哋嘅兒童嘅一個小房間啦，但係咧佢嘅賣點咧就係可以望晒呢個超闊嘅無邊際泳池啊，成個視野面咧係相當靚嘅。估唔到而家咧用斗門過往嘅單價咧就可以入手我哋珠海市最新最豪華嘅第4代豪宅咧。呢一個嘅客房咧係連通出邊嘅無人機配送到家嘅一個大露台嘅。轉頭我哋出去同大家介紹啊。過翻嚟就係成個大橫廳啦，去到6米幾嘅開間，全屋中央空調嘅一個交標。過翻嚟咧，我哋開放式嘅廚房，純黑色嘅佈局，可以佈置雙開門嘅雪櫃啦。嗱，感受下咁樣嘅一個開關位，而且咧仲有個中島台嘅。難得嘅係呢一面大嘅玻璃窗咧，可以睇晒成個無邊際泳池以及係園林嘅樓間距同埋視野咧，都係比較舒適嘅。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嘅餐廳位啦，6人嘅長形餐台，出邊咧同樣係有住相當靚嘅一個景色喎。呢個戶型令我最滿意嘅就係佢多重位置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無邊際泳池，甚至係入門嘅呢一個日式嘅榻榻米嘅一個客房，同樣係呢一個咁靚嘅景色嘅。你話咁樣嘅景色，你中唔中意啊？喺珠海市嘅呢個第4代產品當中咧，嗱單價只需要賣2字頭啫。過到嚟咧，我哋睇翻呢一個客廳，再過翻去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我哋贈送出嚟嘅大露台，大概有10個平方啊。日後呢個咧就係無人機配送到家嘅大露台啦。難得嘅就係總價同埋單價都比較低，能夠做到單日銷售200幾套。目前係成個珠海市熱度最高嘅樓盤，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私信俾 Jason， 發一份詳細嘅資料俾你了解。拜拜。